伫个高雄呢，昨下晡是熊熊透风落雨，机顶一搭坐船厂的应急互风扇甲放落来，结果去缀着电线，是造成附近3000外户失电去。今仔日早起，还阁剩一户是无电通用的。也若这应急业者呢，嘛是因为违规，互市政府加罚6万块。小问一下，恁即马才搁咧停电吗？对啊。因为失电，机顶这条巷仔规个暗蒙蒙，居民拢徛伫外口等，到底当时电会来？高雄日下晡5点外，熊熊开始透风上大雨，机顶上德巷即间造船厂外面有搭经过，当咧整理外墙，技术未堪哩风雨安尼线，规个放落来地断电规条啊，造成附近3227户失电。看到厝后一堆应急放伫遐，厝顶嘛有地害去，民众是讲甲气喘喘。这个我规个，伊这真正足糟蹋的啦。伊这都里长啦，啥个来讲都无效啊。大船到2公司啦，哭行。差不多停偌久啊？2点5钟啊。5点半外失电，台电随做抢修，3000外户陆续送电，一直到8点半，村造船厂一户也无法度复电。台电讲，因为长期的迄支电条无卡路通回应，就去抢修灯彩电条。而且透早台电也来现场甲业者参详，希望会当具抽提做法。路径狭窄，本处工程车无法再送新的电杆到现场抢修。今天将与该停电用户的电器人员进行协商。确认新的建杆位置，以利后续抢修作业。双方协商了后，决定会先求临时线路来应急，后续再过来讨论新电条要采伫倒位。那针对应急放落来，路检处早起也去稽查，初步研判是应急绑料无好势，强度无够造成的。除了要求现场停工以外，也按照职安法罚6万块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。